我頭先一路同一個3年級嘅巴基斯坦女仔傾偈嘅，咁我自己覺得深刻嘅位咧，就係因為其實佢本身中文都好流暢，呢個已經係令到我 surprise 嘅，所以大家交流上其實冇乜問題。同學仔咧，佢係蒙古嚟嘅，咁原來話佢之前未讀過幼稚園，一嚟就讀小學咯。咁但係咧，我覺得佢啲中文咧都好好啊，所以我覺得係好叻咯。佢真係估唔到可以用咁短時間去識咁多中文喎。佢咧就幫我咧整咗一個好靚嘅手工啊，呢個塔咁咧，同埋佢好叻啊，真係寫中文喎。你仲記唔記得點讀啊？笑口常開，係啦，即係希望咧佢日日都好開心啦，無論係讀書生活都可以開心心嘅。